又揾人呀，跟住拍片唱歌，拍咩唱咩咧？咁上一條片講到第一 part 到第四 part 嘅廣東話 Q&A 啦，關於自己啦、成長背景啦、創作之路、藝術觀啦，同埋音樂同埋媒介本身啦。今日嚟第五至到十，唔係五至到九，sorry，拜拜。咁第五個啦，可以話第一個叫情感與人際關係。我呢個都係大家好多人問嘅問題嚟嘅，對我嘅發問啦，對好多人對我嘅發問啦。第一次中意一個人係幾歲？13歲，係，但係其實唔算係一個咩中意唔中意，因為其實我對愛情係一個冇乜感覺嘅人，覺得順其自然咯，係咪？中意一個人，中意咗一兩日就唔中意，我可以講 OK。愛情對你嚟講重唔重要？唔重要，因為其實我唔係一個中意拍拖嘅人，我覺得拍拖，我不分主義者，我覺得拍拖係嘥時間嘅嘢，唔好搞啦，好冇？有冇一段關係改變過你？冇，因為未試過，係咁。你覺得點樣先可以長久？你睇下你係咩方法去？我又唔係愛情專家，幫你唔到啊。因為長久啊，可能係傾電話又 keep in touch，可能拍拖，我唔知喎，我真係唔知，我未試過喎。你覺得朋友同情人最大分別係乜？我覺得拍拖如果係真係如果情侶嘅話，係可能你少咗嗌交嚟咯，可能冇箍煲啊，或者係容易呷醋啊，或者係容易俾人搶走啊，或者咩？但係如果係朋友嘅話，可能真係可以做到一世朋友都唔定。但係情人應該我諗好少拖下一次就成功到尾。我唔可以肯定啦。打下預防針先，我唔係一個愛情專家，我幫呢啲問題我唔係好識。咁如果係可以真係長久嘅話，咁咪可以真係你可以長久嘅，但係真係好少可咯。但係我真係唔知點答呢啲問題嘅喎，我又未試過。OK，有冇一個人你到而家都唔捨得？Abby 算唔算嘅？Abby 係我最唔捨得嘅屋企人一個啦，佢都算係我 best friend forever，佢屋企人嚟㗎嘛咁。係咯，所以我唔捨得 Abby，因為真係我係好多嗌霎嘅喺2022年之後都我就住佢啦，唔係成因為成唔係，畢竟我翻去一次都唔會專登上去鬧交咁嘅嘢啦，所以係咯。同埋而家都唔中意嗌交喎，覺得好煩。有咩就下佢算啦，但係唔可以就得太過分，因為佢係一個得寸進尺嘅人，即係咧你唔理佢咧馬騮。OK，你認為分開可唔可以唔帶仇恨？可以，可以，再見亦是朋友啊嘛，聽聞係嘛？OK，你會唔會將感情擺入作品？會，因為我哋講想出一個愛情三部曲，但係係假設，因為我未試過拍拖。OK，next，哲學性同人生觀，你相唔相信命運？命運就算顛沛流離，命運就算曲折離奇。命運呢樣嘢啊，我唔會相信或者唔會唔相信，因為命運呢嘢好難嘅喎，你條命係點唔到你控制噶嘛，係咪？咁唔知你覺得人生係一場咩？人生係一場遊戲，係一場比賽，一場賽事。對我嚟講，對我嚟講係遊戲，因為遊戲可以輸過咪再玩過咯，又唔會 game over 咯，即係一直 game over。你可以 restart 噶嘛，有世界呢樣嘢嘅，所以係咯，人生一場遊戲對我嚟講，死亡對你嚟講係恐懼定係釋放？死亡對我嚟講係恐懼。我唔係我自己死啊！我俾你知，我覺得我兩個屋企人嘅離開嘅死亡係對我衝擊好大，所以我係一個恐懼。
唔係一個釋放，因為我係釋放唔到，係啦。我只可以答呢啲。人係咪應該要追求意義？意義呢樣嘢就我都唔知喎，我又唔係咩專家，我問呢個 fans 問啲問題咁深奧啊。意義啊，人生係由活着肯定有意義㗎啦，但係睇你點嘅啫。我係要活着有意義㗎，所以我係無論如何我都會做到最好，想做最好，盡量去做到自己有個 best of best，所以我追求意義嘅。但係人追唔追求意義睇自己咯，我呢啲唔會 push 到任何人嘅。快樂係咪一種選擇？快樂係一種選擇，你可以選擇開心唔開心，攰唔攰，痛唔痛苦。但我咧，我覺得快樂係可以選擇嘅。自由同安全你點揀？安全最緊要，因為安全如果你唔安全你就唔會有機會自由。你有自由你唔安全嗰啲冇用，係咪？你最唔想老咗嘅時候後悔咩？最唔想老咗後悔見唔到中意嘅人同埋屋企人，係啦。我唔知啊，唔知佢中意嘅人係邊個啊？但係 future 你點樣？你覺得點樣先算活得真？活得開心，活在當下就夠噶啦，唔需要真定假噶。只要你隨心所想，你想做乜都可以噶，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。7. 社會工作同埋文化身份，其實呢啲問題咧，全部我打去預防針一下，我完全唔 professional 噶。OK，thank you。你覺得香港而家係咩狀態？香港而家我唔喺香港，我點知啫？香港係一個好地方，好城市。中國香港我好 support，尤其是羽毛球隊鄧謝培上級睇第3，我好佩服。咁香港嘅狀態我唔知，我唔係官員，係咯。你點樣睇香港創作啊？香港嘅創作係好大好闊，可以令到 Mirror、Collar、Rover、Viva、Era 好多團體出到嚟，就證明香港嘅流行文化仲喺度，冇變到，係啦。有冇社會議題令你好有感覺？冇。你覺得自己係邊種香港人？我覺得自己係一個香港人啦。畢竟我都唔喺香港2年啦，咁其實3年，sorry。但係我覺得自己係一個好純粹、好好嘅香港人。OK，你會唔會將社會情緒擺入創作？唔會，因為我唔中意作呢啲咁嘅嘢。你有冇考慮過移民？點解？喂，我移咗民呀！呢位 fans 係你唔係好了解我喎。Skip，你點樣定義家？你係講愛情嗰種家、家庭嗰種家，定係乜嘢家？香港就是我家。我如果係形容家庭嘅話，我會形容係好和諧共處，好 peaceful，好有個 vibe 係好好啦，係咯。咁樣最溫暖就係屋企啦。返到屋企係真係俾嘢包住咁咯，係咯。如果係家庭，即係愛情方面嘅家庭，我希望係開心，唔好有嗌交咁多。如果係香港嘅話，香港的確係我屋企嚟嘅，香港就是我家。第8題，日常同埋私人時光，呢個係我最想答嗰個 type 啊。你一日最平靜係邊個時候？瞓覺係最平靜，因為我會喺瞓覺之前有個小 me time 啊。咁呢個 me time 我會諗今日我做過啲乜嘢，我聽日要做啲乜嘢，我最想做啲乜嘢，我 good 係咩？咁我目前個 good 係快啲將我啲音樂作品面世啦！劇透晒添，咁係咯。
你會唔會享受讀書？我好享受讀書，我根本就唔中意同一班人困住，我覺得好攰。你有冇固定儀式令自己放鬆？有，我會，如果係嗰日真係好大壓力，我會去浸浴咯。係啊，我會擺浴鹽浸喺度，躺喺度瞓下休息下咁樣，就係喺水入邊啦。當然有開住個暖爐，因為好凍㗎嘛，同埋會按摩咯，每日都會去按摩椅按鬆係條筋啊。因為我作為一個羽毛球運動員咧，筋係我嘅敵人，因為係咁拉傷啲筋啊、扯啲筋啊，係好大傷患嘅。你平時會做咩書啊？聽音樂同埋做運動咯，係啊，聽音樂做運動睇 YouTube。你中意一個人行街定係成班人？行街我中意一班人。因為一班人好似唔係咁孤單啊，但係如果係獨處，我好享受自己獨處嘅。有冇一個生活習慣係你堅持咗好耐？我有啊，我係要假期瞓到自然醒，呢個算唔算一個生活習慣堅持咗好耐？同埋我堅持每日都要沖涼，我唔沖涼我成身唔舒服咁，我真係覺得我周身唔自在咁啊！同埋我一定要隔幾日就一定要洗頭，我頭我接受唔到太油嘅。你點樣叫生活？寫字、影相。我會 post IG story，我會 post IG，我會作歌嚟記錄自己嘅嘢，係啊。同埋我中意影直有，但係我冇曬相紙。Oh no！你有冇寫日記？之前有，但係而家呢排冇時間，所以冇寫到。最後一個 chapter。未來與想像，你對5年後嘅自己有啲咩期待？我會同5年後嘅自己講啦，你好成功啦，讀唔讀到大學咧，我唔知，但我好多謝你咁堅持，好努力，英文變好咗，我唔知講啲乜。但係我對5年後嘅期待就係我可以自己揸車，係啊，我 Grade 11可以考牌，開始考牌，係咯，我好期待可以揸上坐主駕位喎。因為我係好中意隻車手，我中意車，所以我係好想揸車。如果唔做創作，你會做啲乜？唔做創作啊，可能做羽毛球員咯，但係要減肥先得。你會實現一個咩夢？會實現一個追星夢，去追 Collar。你想人哋點樣記得你？我想人哋係留一個好印象，覺得我係一個實力派嘅作曲家。有冇一個舞台係你夢想企上去？啟德體育館，好似諗太遠啦嗬，應該冇乜可能嘅，因為阿爸阿媽唔係好，真係唔係好想我做歌手，我覺得賺唔到錢，所以我都其實有少少打消咗1年頭。最後一題，你希望自己老咗係咩樣？唔好太殘就得㗎啦，係咯。好啦，咁我哋2 part Q&A 都完成啦，記得幫我 CLS、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 同埋 comment 俾我，下一次見。support 埋我嘅新作品 My Lovely Donut。拜拜。